大家好，歡迎大家又嚟到港產會館，我係齊阿哥。就啱啱過去嘅春節晚會就出現咗一幕，大家就覺得觸目驚心嘅噃。咁過往講到打功夫呢，就專係走去嵩山少林寺揾啲同學仔出嚟表演功夫嘅。但係今年就唔同啦，除夕夜嘅春節晚會呢，就少林功夫同學仔再加埋機械人嘅。而今次機械人所表演嘅動作呢，簡直係震驚世界。表演嘅機械人款式呢都有好幾款嘅。由宇樹提供嘅兩款，一款叫做 G1，一款嘅 H2。既能夠耍棍，又能夠舞劍嘅。至於講體育動作方面呢，能夠打後空翻啦，亦都能夠跳馬嘅。而其中一幕呢，就更加表演打醉拳嘅。其中一個機械人專登瞓咗落地，跟住幾個同學仔圍住諗住扶佢起身啦。點知隨即自己彈起身咁犀利嘅。咁相信有唔少觀眾睇嘅時候都覺得幾牙煙嘅噃。咁會唔會個機械人突然間發神經，一棍毆落個同學仔度嘅呢？咁喺琴晚呢場表演當中呢，呢啲嘅意外就冇發生到。咁但係大家不禁就要問，若果話咁刁鑽嘅動作，喂，耍武當劍又得，耍雙截棍又得，打醉拳又得嘅，咁仲使乜要工人啊？好多人都話喂，AI 出現之後，啲白領就冇嘢撈噶咯。無論話你係律師又好，會計師又好，醫生又好，呢啲白領好快會被 AI 取替嘅。但係機械人做到呢個地步，即係話連啲藍領都好快瓜埋噶。上星期我哋做一集節目，話5年之內夢想成真。呢個講呢，就係當時馬斯克嘅預言啊嘛。佢嘅預言就話喺5年之內呢，人類就冇乜工作好做噶啦。大家呢，就繼續享受啦。話能夠繼續享受好廉價嘅服務啊嘛。因為大部分嘅嘢 AI 啦、機械人啦都會幫大家做晒啊嘛。但係大家睇琴日宇樹嗰啲產品，邊處使5年啊？恐怕2年都唔使啊！大家都冇嘢撈啦。好多後生仔會覺得呢，大陸乜咁嘥料先得噶？喂，啲機械人嘅應用唔係應該做啲機械臂啊、做工廠啊咁嘅咩？但係實際上，若果越細緻嘅動作，好似打完關斗企翻落地啊，又或者跌咗落地，都彈翻起身揦翻紮沙，哇！呢啲細緻動作都做到，粗枝大葉嗰啲就一定冇問題嘅。一直以嚟喺機械人當中話最難模仿嘅動作係乜啊？係拉小提琴啊！如果小提琴都拉得到嘅呢，就冇嘢做唔到噶啦。而齊阿哥所諗呢，就唔單止係就業嘅問題，而係話軍事化嘅問題。若果眼前嘅機械人可以同你耍雙截棍，咁大家認為耍雙截棍難啦，耍武當劍難啦，還是拎住支 AK-47難呢？齊阿哥認為揸住把槍嘅動作係最容易嘅，只不過喺手指度撩一撩，噔噔噔噔噔，咁就可以掃低成排人噶啦。若果係可以翻滾動作嘅話，亦即係意味住呢啲機械人係可以爬山、可以涉水嘅，即係話其實係可以出征嘅。面對住啲機械人，仲邊處有得打啊？仲同你講廣東好漢啊，少林拳、追風步、鐵砂掌、八卦刀啊！冇得打噶啦，已經絕對唔係陳勝吳廣嘅年代。就算你識鐵線拳都冇用，恐怕佢個翹手硬過你嘅鐵線拳。你話你鐵頭功啊嗱，佢揾佢個鐵頭鏗埋你，恐怕你爆光都似。淨係無人機嘅出現，就已經令到烏克蘭呢場戰爭打足4年有多噶啦。而家以日數嚟計呢，呢場戰爭打咗嘅日數已經超越咗第2次世界大戰噶咯。而人數呢都死咗過百萬人噶啦。若果話將呢啲機械人應用到一場戰爭當中，再配合埋無人機嘅話呢，咁啊真係世界大亂都得啦。過去幾年，無論俄羅斯同烏克蘭都搏命動員啲人去打仗噶嘛。但係面對住啲機械人，其實仲邊處有得打啫。換句話講，
喺未來最需要嘅係乜呢？正如馬斯克話齋，係需要電力因為 AI 係需要極多嘅電力啦，係需要好多嘅鋼鐵同埋特製嘅金屬嘅，因為呢啲機械人都係用呢啲金屬去包裝住佢，至能夠刀槍不入嘅。另外仲有一樣嘢要發展嘅，就係衛星網絡，因為呢啲機械人又好，無人機又好，全部都係靠網絡去控制嘅。你眼前見到嘅可能係100個機械人，但係背後操作嘅人呢，只需要10個都未定嘅，可能5個都唔出奇。咁呢啲人類嘅戰爭係咪就係最壞嘅情況呢？齊阿哥認為就一定唔係，恐怕只不過係問題嘅開端啫。係因為大家都擔心一樣嘢，就係呢啲機械人配合埋 AI 嘅話，佢哋到底幾時開始會有自我嘅意識呢？呢個問題並唔係話有定冇，而係問幾時嘅啫。因為一定會發生嘅喎。咁講到呢度，大家就必定會諗起一部電影，就係未來戰士 Terminator。未來戰士呢個系列呢係有好幾集嘅，但係主要嘅軸心都係話，最終呢個天網，英文叫做 Skynet，就係會統治人類嘅喎。就唔單止話統治，又或者奴役人類咁簡單。就話自從 AI 有自我意識開始呢，就諗住滅絕人類嘅。簡單啲講就有你冇我。電影故事裏邊最初就話 Skynet 嘅出現呢，最初係美國開發出嚟嘅防禦系統嚟嘅啫。只不過由1997年8月29日開始，佢叫嗰日呢就係審判日啊嘛，嘅 Judgment Day。咁就話由當日嘅下晝2點14分開始呢，咁 Skynet 就產生咗自我嘅意識。佢第一樣嘢要做嘅呢係非常之聰明嘅。佢首先就癱瘓咗個通訊系統先，等到人類之間呢係冇辦法溝通嘅。咁電影嘅劇情呢就寫早咗20幾年嘅。今日2026年啫。咁但係現今嘅世界都仲未有一家獨大嘅網絡噶嘛。就算你話今日嘅 Starlink 都唔係唯一一家嚟噶嘛，喺歐洲仲有其他嘅通訊系統噶嘛。而且喺地面嚟講，都仲有好多 ISP 喺度啊，都仲有5G 網絡啊。咁但係日後每個國家發展出嚟嘅 AI 會唔會控制咗自己嘅網絡呢？因而各自溝通，全球嘅 AI 聯手去打低人類呢？呢個結局冇人敢排除唔會發生噶。而第二步喺電影裏邊所做嘅呢，就係使用核彈，因為人類冇辦法溝通啊嘛。而喺電影裏邊嘅 AI 即係 Skynet，亦都意識到人類係會閂咗個核武系統嘅。喺人類未閂個系統之前，AI 就同你開咗先啦。喺電影裏邊就幫美國就射咗個核彈過去俄羅斯，而俄羅斯見到美國襲擊我，咁於是乎又用核彈去覆桌啦。咁互相用核彈幾輪，咁地球都已經玩完啦。咁喺電影裏邊係點樣去奴役人民嘅呢？用核彈殺咗幾十億人之後，AI 就唔需要再殺剩低嘅人噶啦。點解呢？因為要利用呢啲人作為佢嘅奴隸啊嘛。首先第一樣嘢要處理嘅呢，就係清理現場即係要處理啲屍首，咁即係要搞衛生啦。跟住每個剩低嘅人呢，就每人整翻個 QR code 嚟嘆，於是乎邊度都走唔到噶啦。周一鳴咪好開心嘅，話銳眼計劃喺1年之內就會連接埋人面識別啊嘛。點解喺電影裏邊剩低嘅人類全部都喺地底度生存呢？係因為喺地面上面有一個獵殺嘅系統啊嘛。即係話喺天空有一隻負責巡邏嘅飛機，咁當然唔係一般嘅民航機啦。再加埋喺地面上面有好多嘅機械人，只要見到有生命跡象嘅人行走呢，再加埋人面識別啦，當然，咁你就好快俾人殺死噶啦。而第一集嘅 Terminator 呢，大家就見到阿諾舒華辛力加啊嘛。嗰個款咧就叫做 T600。咁喺第一代嘅機械人，佢個外殼包裝咧都仲係用橡膠嘅，所以睇落個樣有啲膠膠地啊嘛。但係到第二代打後，即係而家大家封面見到個 T800咧，就已經唔係用膠噶咯，就係用活體組織嘅。咁即係話望落去咧，就成個真人一樣嘅。咁大陸而家有好多工廠咧，都將 AI 發展成為性愛工具噶嘛。真係好靚女噶，
而且個皮膚組織咧，直頭摸落去好似真人一樣嘅。唔單止㗎，仲加埋會流汗嘅，會有汗水啦，會有人體嘅氣味啦。而最過癮嗰點咧，會做到有體溫添。所以啲性愛工具咧，未來一定賣得嘅。所以話啲機械人配合埋 AI 再發展落去，首先人類又唔會結婚生仔啦，唔需要啦。咁人口就必然銳減啦。但係機械人就越嚟越多喎。等到大家嘅數量已經係差唔多嘅時候，再加埋佢有自我意識咧，咁其實機械人又或者人工智能取替人類去控制住呢個地球，相信亦都唔會好遠噶啦。咁我哋呢代人又會唔會見到 AI 去統治地球呢？恐怕就未必嘅。因為現時嘅科技都未去到呢個地步。而今日好多科學家包括埋早兩日呢個微軟嘅 AI 執行長佢叫做 Mustafa Suleyman 噶。咁聽個姓就知道啦。佢一定係阿拉伯人噶啦。仲好可能係希伯來人嚟添。佢早幾日接受 YouTube 訪問嘅時候有講到，就話未來喺12至到18個月之內咧，AI 係能夠取替大部分嘅白領工作嘅。佢話喺電腦面前坐喺度嗰班人咧，即係包括齊阿哥在內啦。佢講嘅就係無論律師啦、會計師啦、專案嘅經理啦、行銷嘅人員啦，話其中大部分嘅工作將會喺12到18個月之內就完全俾 AI 取替。咁但係藍領又如何呢？咁根據 Elon Musk 嘅講法咧，就話未來5年啦，就藍領都走唔甩噶啦。即係換句話講，今日嘅科學人咧，佢哋最擔心嘅都仲係工作問題，又或者效率嘅問題啫。但係到呢一刻嚟講咧，佢哋就未擔心到話人工智能會有自我意識，都仲未識得擔心話機械人或者 AI 咧係會取替人類嘅。只不過喺2018年3月去世嘅科學家霍金咧，佢好早就預期就話一旦人類發展 AI 的話咧，咁其實就停唔到嘅 AI 嘅。係因為 AI 最終都係會取替到人類嘅。個道理其實唔難理解嘅。因為霍金好早就提醒大家話，一旦 AI 能夠發展到自我設計又或者自我完善嘅階段嘅話咧，咁佢個智力水平嘅增長嘅速度就會快過人類好多好多倍嘅。係幾何級數咁上升噶嘛。而到有一日當發展到 AI 嘅目標同人類嘅利益唔再一致嘅時候咧，咁人類喺地球上主導嘅地位就會最終嘅結束噶啦。咁今日我哋見到嘅 AI 都尚算安全嘅。係因為仲未發展到話有自我目標又或者自我嘅慾望咯。若果有自我慾望咧，哇咁搶晒啲老公都得啦。咁仲有一個好大嘅 constraint 咧，就係電力嘅供應。因為 AI 係需要好多嘅電力噶嘛。而目前嚟講咧，AI 嘅電力供應都仲係要靠人類噶嘛。咁所以若果有一日到有一種新嘅能源出嚟係源源不絕供應嘅話咧，而俾 AI 又攞到嚟用嘅話咧，咁嗰日咧就相當之危險啦。所以霍金臨死之前就講過一句說話，佢話人工智能嘅興起咧，話可以講得係人類文明史上最勁嘅一件事，但係可能亦都係最麻煩嘅一件事。咁最終會開邊飯呢？霍金當時講呢，暫時大家都未知。但係睇翻春晚嘅機械人，咁雖然話未去到統治人類咁但係話要擴大戰爭又或者搶晒啲老公呢，似乎就冇乜難度啦。我哋咪成日話伊人嫂其實就好乖巧嘅，好識氹共產黨開心噶嘛。咁昨日有件事就俾人揭發咗出嚟，就足以證明伊人嫂咧做起嘢上嚟就真係好細心，氹得共產黨就好開心嘅。咁大家都知道1989年發生咩事啦，6·4天安門啊嘛。學阿蛋餅強話齋，喺呢啲特別嘅日子咧，就要擺啲特別嘅心思落去嘅。咁話說香港嘅中央圖書館就不嬲就會將香港政府嘅憲報就結合埋一齊釘裝，就釘成為一啲叫做憲報嘅合訂本嘅，仲加埋燙金，俾埋個標題佢嘅。咁有長期關注同埋研究憲報嘅學者就發現，
近日喺中央圖書館翻查1989年嘅憲報時候呢，竟然見到個封面以中英文寫住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報，英文呢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azette， Gazette 即係憲報啦。但係聰明嘅聽眾一聽就知道，喂，唔對路喎。1989年嗰陣都仲係港英時期啊，入邊說得嚟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有。而更神奇嘅呢，就係其他嘅合訂本因為唔喺敏感嘅年份啊嘛，所以其他嘅合訂本呢就冇加啲花巧落去，只不過好似如常咁就寫住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啫，即係香港政府憲報啫，就冇揀乜鬼特別行政區落去嘅。咁出現問題嗰部呢，就係由1989年嘅1月到1989年嘅6月底嘅，半年為期啊嘛。而喺嗰個時期就發生6·4事件啦。咁有心人就會覺得嗰年咁大單嘢，我唔揾個神主牌壓住佢，驚佢會走出嚟。所有煞有介事，就揾咗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 title，就叫做壓一壓佢，斜一斜佢。呢啲咪叫做醒目女咯。因為大陸嘅學者又好啦，西環嗰啲部長副部長都好，耐唔耐會翻查資料噶嘛。見到特別行政區，就必定更加賞心悅目嘅。咁有傳媒追光者就專登聯絡康文署就問一問，因乜解救？明明89年嘅時候，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去做個封面呢？咁中央圖書館嘅講法就話，呢啲都係因為個承辦商做錯嘢啫。就話個承辦商嘅工作呢，就係將呢啲憲報輯錄成冊嘅。咁但係釘裝嘅時候呢，就用錯咗封面。咁所以產生咁嘅誤會啫。咁首先康文署呢個回覆呢，齊阿哥絕對就唔收貨啦。喂，我叫人裝修，我都要驗收噶嘛。就唔係話我俾咗人做，個問題就係裝修佬嘅問題啦。同業主無關喎。呢啲嘅講法呢，就一定愛嚟耍記者嘅啫。根本上就唔合理嘅。應該調翻轉嚟諗就差唔多啦。你俾咗個order人哋，就特別照顧呢個特別嘅日子。因為呢個時期嘅憲報可能有好多大陸官員攞嚟睇噶嘛。係因為你有咁嘅order，個承辦商先會咁做嘅啫。其實大家睇翻1966年到1967年香港嘅暴動，就知道當權者呢就不停會改變歷史嘅。唔好講話遠啦。就講翻2019年啦，好未？而家睇翻2019年嘅7·21，又或者睇翻8·31，有邊樣唔係去改變劇情嘅？就正如俾人入名嘅林作嘅歌詞話齋，誰無誰，亂局亦一樣入定啊！有誰在刪改呢個劇情啊？咁當然係伊人數啦。咁1967年暴動刪改得嘅，2019年7·21可以刪改得嘅。咁又點解喺1989年6月4日發生嘅又不能刪改呢？咁可能改咗注埋個封面，你都唔知啦。咁節目結束之前，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啲數據啦。咁講到春晚呢，香港人就唔係好熟悉嘅啫，因為不嬲冇睇開呢鋪癮。唔好講話香港啦，就甚至乎連廣東人呢，其實都唔係話好中意睇嘅啫。咁就琴晚嘅春晚數據。我哋將個收視率就讀俾大家聽。咁原來越係北方嘅省份呢，就越多人睇嘅；越係南方嘅省份呢，就越少人睇嘅。咁最高嘅收視率呢，就發生喺遼寧嘅，係92.8。吉林呢就90.8，黑龍江呢就89.9。之後就到北京啦，北京就82.5，河北呢就78.3，天津就77.1，山西就73.6。山東咧就70.5，寧夏咧就66.6，甘肅咧就63.6，內蒙古就61.9，陝西嘅咧就60.1啫。至於河南嘅就58.8，新疆咧就55.4，安徽咧大跌啦，24.3。好多人就話安徽咧就係南北嘅分界線嚟嘅，淮河以北就叫做北方，淮河以南咧就叫南方噶咯。咁一到安徽咧，收視率得翻2成4，咁湖北就19.8，江西就17.9，江蘇咧就16.6，貴州咧就16.3，
雲南有13.8，上海有12.1，四川就11.9，湖南有11.3，浙江有10.1。講到重慶就係9.8啫，10% 都冇。福建咧就更加少啦，6.7%，廣東咧就得3.8%，而海南省咧只係得1.3%，廣西連1都冇，只係得0.9啫。咁唔使問阿貴啦，香港就更加比廣西更加低啦。係因為香港人有幾多中意睇春晚先得噶，本來就係廣東話嘅城市。咁有時間都睇 Netflix 啦，再唔係就睇 YouTube 啦，點會得閒無事睇春晚啦？只不過今次春晚嘅機械人表演呢，就確係嚇親好多人嘅。咁甚至乎有人講話，琴日美股嘅科技股有2-3隻都大跌，分分鐘話同佢哋啲機械人有關啦。咁信定唔信呢個就隨便得你啦。咁今日齊阿哥同大家就傾住咁多，我哋聽日再見，拜拜。信裏提及親事，多麼溫馨，像有點詩意。趣怪有心思，陪你瘋一次，透過衙門話你知。數載的滋擾，前路未可料，隔空相戀，越愛得緊要。淋雨裏有呼叫，你打我笑，有你同行便有歡笑。此生所追，或令你心碎，相信有最美望穿秋水。舊照片一堆，令人陶醉，然而童鞋仍在記許。維園的燭光燃亮着希望，閃耀我的香港。哪裏有記憶，擔天一看，每個途人隨地發光。維園的燭光，我仍在守望，穿上玉服當婚紗看，編織起戒指，輕輕穿上，在判刑時或更悲壯。數載的滋擾，前路未可料，隔空相戀，越愛得緊要。淋雨裏有呼叫，你打和笑，有你同行便有歡笑。此生所追，或令你心碎，相信有最美望穿秋水。舊照片一堆，令人陶醉，然而童鞋仍在記許。維園的燭光燃亮着希望，閃耀我的香港。哪裏有記憶，擔天一看，每個途人還在發光。維園的燭光，我仍在守望，穿上玉服當婚紗看，編織好戒指，輕輕穿上，在判刑時或更悲壯。